知你冇試過，因為你要出差，行開一陣，甚至只係落街買嘢，小朋友就突然之間成個人斷咗線，甚至大聲喊，攤喺地下度唔肯起身。今日我哋會聽下 Hannah 嘅故事，睇下點樣用一張紙、一支筆，將一個混亂嘅大崩潰嘅場面轉化成一個理智嘅對話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一起正教。喺我哋分享 Hannah 點樣揾返情緒出口之前，如果你都覺得呢啲真實嘅案例帶到俾你啟發或者安慰，大家可以點讚、分享俾你身邊嘅家長。你嘅支持係我哋製作下一集嘅動力，多謝大家。正向教養工具，冰山理論，佢唔係玩，而係驚。Hannah 係一個患有自閉症嘅小朋友，當佢知道爹哋媽咪要出差5日，佢嘅反應非常激烈，佢會大喊，拒絕行出門口。好多人第一眼睇到都會覺得 Hannah 喺度挑戰緊大人，或者喺度發緊脾氣。但係喺正向教養入面，我哋有一個好重要嘅工具，叫做冰山理論，行為背後嘅信念。小朋友嘅崩潰大喊，只係冰山露出水面嘅一角，而冰山嘅底層收埋嘅係佢哋嘅恐懼同埋缺乏安全感。當時老師同埋佢哋嘅爹哋媽咪選擇先去睇一睇冰山嘅底層，佢哋發現 Hannah 嗰種攤喺地下嘅反應，其實係因為佢對未來5日充滿未知。佢唔識得講，我好驚你哋唔返嚟啊，我都唔知你哋去咗邊，所以佢就用身體去抗議。佢其實係喺混亂入面努力咁尋求緊一份安全感。正向教養工具，視覺化語言，俾大腦食定心丸。我哋睇穿咗冰山之後，老師其實冇再責怪 Hannah， 亦都冇再逼佢即刻收聲，用咗第二個非常強大嘅正向教養工具，視覺化預告 Visual Schedule。 當時佢嘅老師攞出一張紙，畫低咗成個流程次序。圖畫嘅第一格畫爹哋媽咪準備出發，第二格畫爹哋媽咪住喺酒店，第三格畫5日之後佢哋就會返屋企攬住 Hannah。 點解呢個工具咁有用呢？因為對於 SEN 小朋友甚至一般小朋友嚟講，睇得見嘅預告比起大人講1000句快好多，甚至更加有力。當 Hannah 見到成個流程次序，佢嘅大腦因為驚而彈開嘅蓋終於慢慢合返埋啦。咁家長可以點樣喺屋企使用呢？我哋唔需要畫畫好靚，我哋畫火柴人都得㗎。例子1，父母短暫離開。如果你哋要出夜街，可以同小朋友一齊畫3格嘅漫畫。媽咪出門口，婆婆陪你食飯沖涼，媽咪天黑返嚟錫你一啖。例子2，去陌生嘅地方。如果聽日要去睇牙醫或者去新嘅學校，可以預先上網 cap 低嗰度嘅相，例如大門口、牙醫張凳，可以用手機一張張咁樣掃俾佢睇，同佢講聽日我哋會見到呢一啲啊。呢個動作就係幫小朋友嘅大腦食定心丸。正向教養工具，先連結後糾正，由身體抗議到理性表達。奇蹟就係咁樣發生啦。當老師用畫圖同 Hannah 建立咗安全感，
呢個就係正向教養所講嘅先連結後糾正。Hannah 慢慢停止咗喊啦，佢開始攞起咗支畫筆，一邊畫一邊將自己嘅心聲講出嚟。佢會寫低 Hannah 好傷心啊，然後再寫媽咪同爹哋5日之後會返嚟。佢由一個原本斷咗線，只係識得攤喺地下度嘅小朋友，轉變成一個可以用圖像、文字去表達自己情緒嘅小朋友。呢個轉變係因為佢感覺到自己被理解，而且大人亦都俾咗一套佢用得着嘅溝通工具俾佢。最後，今日想送俾大家一句說話：面對小朋友嘅崩潰，我哋係唔需要壓制住佢㗎，而係要引導佢。當我哋用啱工具，相信小朋友有能力，佢哋就會展現出驚人嘅自我調節能力。多謝你收聽今日嘅分享。唔知你有冇試過用畫圖、火柴人，甚至係相片同小朋友溝通呢？效果又會係點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經驗，記得訂閱呢個頻道，撳一撳個鐘仔。我哋下一集會討論權力拉鋸戰，我哋下次見啦。